们现在在哪里？在高雄北门，对，在北门。这是北门吗？这是啊，真的是北门哎，凤山县旧城北门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啊？里面吧。这是里面吗？这是外面吧？再上去啊。是用爬上去。当然不可能啊！你是要工程才要爬上去。工程架那个竹梯，不过这成本也蛮低的吧？冲啊！哇哇！它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样子又讲，后面是山呢，所以这个哎呀是城外还是城内？